广告是要安怎互听的人听甲神神的？桃园市立图书馆特别安排台语故事志工的培训计划，邀请经验的丰富老师来教民众安怎用台语讲故事，互台语真正行入去咱的生活当中。啊，三瓦公野手嘞？哦，你是食三瓦公的？啊，阮三瓦公外野手，你食较济。桃园市立图书馆每一年拢会办本土语言的相关课程，今年是头一摆用台语来教民众要安怎讲囡仔册，开放报名，人数一时啊就满了。这课程加热烈啦，那我们上网报名，一礼拜就拢满。若要互民众有兴趣听故事，一定要讲了精彩佮趣味，所以老师嘛特别设计课程，和故事会当活泼生动。画人画布啦，好意思画布啦。即届咱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培训要去讲故事的志工，要用咱的母语来讲故事。所以咱伫个内底，因为你也敢若教因讲安怎写母语啦，还是安怎翻译吼，大家感觉讲无趣味，所以咱就甲故事啊，甲什物热铁仔话啦，是讲要安做四句联啊，是咱一寡较传统的迄落戏曲，拢甲放喺内底。目前市面上大部分拢是华语的故事册，除了教民众要安怎甲华语故事换做台语来讲，声音的变化伫讲故事中嘛是一个真重要撇步。就教阮讲要用喙型，比如讲安尼就是一只鸭，哦，安尼就是一只鱼，就是用喙型 O 的甲 E 的安尼来。咱家己嘛较好记，嘛会使对囡仔讲哦，就趣味。透过讲故事的方式，希望互囡仔伫轻松自在的环境学习本土语言，同时嘛会当增加亲子共学的机会，互台语自然出现伫生活中。记者杨淑晴、张玉水，桃园报道。